繼續政壇消息，來看民眾黨的前立委李正秀被開除黨籍了後，是去上滾來的政論節目。李正秀甲炮嘴對準到黨主席黃國昌，甲立法院黨團的主任陳智菡等人。也毋過講到前主席郭文鐵的時陣，伊是佇個節目痛哭，請大家莫甲郭文鐵牽拖入來。針對到李正秀的代志，郭文鐵今仔日出聲咯，伊甲李正秀發聲。愛伊冷靜，講言多必失。經對白沙屯媽祖進香，民眾黨創黨主席郭文鐵不三時做人形看板和支持者翕相。這嘛是前立委李正秀叫黨內開除黨籍了後，郭文鐵頭一擺公開現身。我覺得。保障這個陸配的參政權，這個政策我還是支持的。但是個人行為那就要個別處理，大家冷靜一下，然後這個事情就讓它這樣結束。反正人生還很長了，就重新開始。本正郭文鐵現場安排沒受訪，所在的透早6點55分發出聯歡的通知，敢若就是要替李正秀的事件滅火。畢竟伊去開除了後，就來惹了民眾黨無火代志，嘛將問題指向黨主席黃國昌和立院黨團主任陳智菡。怎麼去講那個什麼陳智菡奴才啊？這我就覺得陳智菡吶，是一個很認真的人，你自己都開始罵人家什麼奴才啦，什麼啊這個怎麼會是加分呢？因為越講越糟糕，就是這樣。對了，講別人壞話，不會讓自己變好嘛。這個看淡。連續說話3擺，愛李正秀冷靜落來。最近李正秀雖然對黨內大力開炮，就敢若講到郭文鐵人情感受，佮為這件代志在節目口角目屎四淋水。所以這件事情從頭到尾，大家不要再任何事情不要再扯到柯，也不要為難柯了。我想他的處境會比我更艱難。一開始大家也是都很幫忙他嘛，對不對？你自己都把自己搞成這個樣子，後來郭文鐵親身海選落入無分區名單的李正秀，演變到敢若像反彈土氣，本人出面說辭，希望黨內小大家釋出，會當趕緊刷戲。Hello， 我是蔣新梅，想要搶先掌握最及時的新聞資訊嗎？趕快訂閱、按讚、開啟小鈴鐺，鎖定華視新聞 YouTube 頻道。